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件緬甸肉，裏面嘅紫肉有黃皮，題材係和合二仙。挑到兩個細蚊仔，代表和合二仙。上面係蝙蝠，一個揸蓮葉，一個放蝙蝠，就和合二仙。紫色玉印章應該冇啦，客人應該冇啦，紫色玉影晒啦，影晒啦。唉，咁細件嘢就要做和合二仙，真係服得佢好緊要，真係難為人哋啊！真係都相當難做啊！呢件料。